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7个境外病例，11月初6开始，印度、英国、缅甸入境的旅客当地防疫旅馆隔离，今仔嘛开放第13轮疫苗预约。欧洲议会代表团早起来台湾访问3天的行程，会拜访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等单位，将对假信息角度来交换意见。台南一个年某要加密饲囡仔的时，要说你去加掉囡仔的镜头啊，但市消费局罚年某6万块，嘛要接受调查。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案例，增加7个境外病例。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11月初6开始，会甲印度、英国、佮缅甸排除伫重点高风险的国家名单，唔免各自集中检疫所，会当伫防疫旅馆隔离。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本土病例是0，有7例的境外移入，另外0例的这个死亡的个案。从11月6号起，将印度、英国、缅甸这3个国家从这个重点高风险国家移除，等于是说目前就都没有所谓的重点高风险国家，那所有入境的旅客都可以入住到防疫旅馆或自费到集中检疫所。审议了24案，完成了22件，22件里面就是无关有18件，其中有5件是含这个丧葬补助，另外无法确定是1件，另外相关有3件1件是血栓是90万，另外1件是这个1万元，那另外1件因为是属于轻微症状就不予救济。来看第13期的疫苗，今仔开始预约，提供 AZ 甲 BNT 的头1档甲第2档。早起10点是会当开始预约 BNT， 下晡2点开始会当预约 AZ。另外有真侪国家疫苗注射率拢提悬咯，嘛开始来放任边境的管制。有专家嘛建议讲，咱台湾应该嘛会当来按照无共款的国家疫苗注射的情况，来设定无共款的入境风险，使用无共款的防疫措施，豆豆来放任边境。详细核对身份的资料，而且确认敢有符合预约的资格。早起较无10点，有民众摕健保卡去药房，请药师家到预约做第2档 BNT 的时间。用那个手机上网的话会比较慢，那所以想说那个要到药局这边来会比较方便，然后比较不会延迟这样。药局是跟健保署有专门的连线，好，所以10点一到，系统很准时就打开，然后操作上也相当的顺畅。那这一期相对的，因为没有莫德纳，所以像 BNT 跟 A 粒，好可以就近诊所来预约来施打。初3开放预约第13期的新冠疫苗，即届提供做 AZ 甲 BNT 的头1档甲第2档，不过即届是分批预约。早起10点开放预约的是 BNT， 下晡2点是预约 AZ。药师表示，以台北市来讲，因为烦恼一间诊所，即届开放做几啊个牌子的疫苗，可能会去顶大去。所以市府会甲注疫苗的时间做分配，所以可能会拄到民众会当注疫苗的时间，拄好是无迄个牌子的疫苗通好做的情形，所以就要再三甲民众来做确认。目前全世界疫苗的注射率有提悬，边境的管制嘛豆豆咧放冷。台大公卫教授陈秀熙认为讲，台湾其实会当以入境的风险来做分类，看民众是为倒一个国家来的，而且看迄个国家疫苗注射的情形，来区分入境的检疫措施。低风险的，以及疫苗施打比较没有很高的国家，但是它风险永远维持很低的这些国家，我们入境之后可以考虑来做居家隔离，而不必做所谓不一定要做所谓的集中检疫。学者认为讲，对入境国家的管制，无论疫苗注射率悬或者是低的国家，只要列伫中高风险或者是低风险，毋过疫苗完整注射率伫40%以下的，入境了后也是会当以目前的规定集中检疫。伊若是列伫疫情风险真低的国家，会当以疫苗的注射率来缩短入境了后隔离检疫的时间，来避免国内疫情搁一届大规模发扩。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报告争取大江武汉肺炎疫苗的情形。国家卫生研究院是表示讲，应该争取大江莫德纳疫苗。陈时中是认为讲，美国针对 mRNA 疫苗的技术是非常的保护，所以来个继续拍拼。国内疫苗不良反应通报超过1万件，目前审查13个做 AZ 的救济申请，只有1个人通过，摕到90万的救济金。国内注射率渐渐增加，
注疫苗了后，技术不良反应通报也超过1万件。根据疾管署上新的会议记录指出，预防注射受害救济审议小组完成审议13名 AZ 注射者的申请案，敢若一个人和认定和疫苗有关系，得到救济金90万，也是目前新冠疫苗救济金上济个案。现在速度在加快，所以我们在未来会定期跟大家做报告。有通报个案是1万多嘛？有通报个案，那目前好像有审批的案件大概是22案。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邀请卫福部长陈时中报告争取国际新冠疫苗代工的计划。进前 AZ 代工因为产量的问题来变做一场空，咱也立委关心讲，6月份国卫院向 Moderna 争取代工的代志，敢有新的进度？当然希望说不止后端，前面园艺的都有能够，也希望可以取得技术嘛哈，争取过程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个结果呢？现在还在进行中，我们定期会跟他们保持联络。美国来讲哈，他们对于 mRNA 的技术是相当的保护了。国内疫情正稳定，开放边境正做是重点。春节检疫措施提早到12月14开始，不过防疫旅馆是拢定了。绿营的立委烦恼讲，春节回乡的检疫会正做是防疫的大考验。你认为这个4万人是高估还是低估呢？应该是相对的低估了，增加供应量来做一个因应。现在有检疫旅馆大概26800间嘛哈，那交通部积极的争取、积极的使用，大概增加3400间。但市长指出，指挥中心已经检核外籍移工入境专案，随时会当展开。不过考虑到春节回乡的人阵，12月14日后会减少移工的引进，在春节期间是暂停这个计划。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昨伫立法院讲到，反内地会得罪美国阻碍咱家己 CPTPP， 和国民党团真不满哦。民进党团今仔嘛批评国民党根本唔是要阻挡内地，是要阻挡美地。嘛讲哦，这背后有中共的势力，目的是想要阻止咱国家己 CPTPP。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前总统到现任主席到前任主席啊，都一再反驳说，这个他们所讲的是莱猪哈，不是美猪。可是呢，我们去看到从去年呐，这个国民党在各县市议会啊，发动这个反美猪公投的这个联署，或者是他们在很多场合里面呢，其实都纷纷有美猪这几个字。国民党团强调讲，国民党推动的反内地公投完全无讲到美国也是美帝哦，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民进党人士爱看好清楚。嘛讲哦，目前 CPTPP 会员的国家内底嘛无美国，反对内地进口甲咱国家的 CPTPP 根本就无关系。明年春节返乡返来到台湾的人数大约会有4-5万人哦。有立委是质疑讲，就算居家检疫变做10天加4天，只要伫防疫旅馆待10天哦，也毋过防疫旅馆嘛同款是真歹订。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就表示讲，已经有配套咯，有必要会来订售旅馆提供防疫使用。明年春节国人返来台湾的人数可能伫4-5万人。根据观光局统计，到今年底，防疫旅馆已扩充到31000间，1万户落差。交通部表示，伫检疫放零做10加4天了后，有国春节上尖峰时间，量能已经增加，若无够不排除搁征收旅馆，互因补助。如果真的到时候不足的时候，我们有类似征收的方式哈。它住多少不足的部分，我们就把它这个补。另外，针对进前技术工会发起挂黄单的活动，诉求检疫期间卖派飞，民航局回应已经请航空公司最近甲排班有问题机组员做沟通，对是毋是要评定完成检疫了后几天内无派飞。交通部承诺对机组员排班甲身心健康问题，2礼拜内会有检讨报告。怎么样2个都平衡照顾到是？现在我们要必须考虑的。好，2个礼拜内能不能再跟疫情指挥中心、还有机组员以及航空公司这边来沟通？可以。好。交通部初步检视机组员每个月派飞的时间普遍拢无悬，主要大部分时间拢伫检疫。考虑航空公司伫派飞检疫甲营运中要摕到平衡无简单，目前也伫思考更较周全的模式。记者综合报道。前国防部长唐耀明传出今仔过身，享受81岁。总统蔡英文表示哀悼，嘛支持国防部爱全力协助家属后续的后事。
唐耀明是国军史上头一位台湾本省籍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防部长。蔡总统是正感念真部长守护咱的国家。伫9年抵党的期间，嘛指挥国军来协助中坚。唐耀明是前总统李登辉栽培台湾本省的将军哦，一路是做到国防部长。伫前总统陈水扁的任内，因为目睭的疾病，失调部长退休了。再来看联合国气候峰会伫英国的格拉斯哥举行2礼拜，咱国嘛有组成代表团来向世界展示咱台湾减碳的成果哦。也毋过共款嘛是无法度以官方的身份来参加。代表团嘛呼吁国际社会会当来提供咱台湾公平的参与机会。台湾官方要组成代表团前往英国格拉斯哥咧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6， 依照惯例无法度以官方的身份过去，是以非政府组织 NGO 观察员身份参加。这个代表团团长、环保署副署长沈志修表示，台湾打算要甲2050净零排放的基定来立法，展现甲世界接起来的决心，希望受到国际社会接纳。未来呢，也希望全球社群可以回应台湾及时、公平、有意义的参与的机会。台湾无法度以官方身份实际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UNFCCC， 代表团忧心，恐惊无法度即时掌握甲做好相关的衔接工作，会造成气候治理的缺角。尤其台湾是对外贸易为主的经济体制，若全球推动碳边境的管制措施，台湾若是无法度受到公平的对待，毋但是弱化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嘛会冲击到国际供应链的稳定。如果不能够顺利的连结巴黎协定第6条不但将影响台湾晶圆产业的一个绿化与制程的规划更将波及这个高科技产业部署策略中的国际产业供应链的稳定状态。代表团指出，对抗气候变迁的冲击，应该是全球一体的工作，欠缺任何一个国家拢是无完整的，甚至是灾难。台湾虽然从排除伫官方的机制之外，有缘会继续以务实、专业、有贡献的参与来展现最佳善意。记者林王德心台北报道。来看明年开始哦，劳工伫休困日来值班，也是轮暗班哦，头家拢爱依法付加班费。因为目前劳基法中是有规定讲，假日值班哦，若有放令规定，头家会当毋免来付加班费。也毋过最近引起真侪讨论，所以劳动部是决定讲，2022年开始哦，要按照正常的工时来计算加班费咯。企业变经济，劳工早起9点上班，下晡5点下班，无够应付。劳委会1980年代放令劳工轮班轮休，毋免计入工时。亲像下班的时阵，同事拢走啊，爱有人接电话处理传真、周末留守巡工厂，雇主毋免互因加班费。毋过安尼条款看起来真无合理。即马劳动部决定自2022年元旦开始，值班延长工时，劳基法爱安怎做就安怎做。当时是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这个形态的劳务的提供，跟他平时上班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整个公司下班后人都走光了，留一个人稍微注意一下事情。现在保全多的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联系的方式也不一定要说守在办公室才能联系，我们有 LINE 有很多的这样的社群媒体。劳动部第3年进前都已经预告会将这条款录入，包含就化塑胶纺织、甲国营事业下开水电甲输电工厂，拢爱补足人力。若劳工爱值班，雇主拢爱考虑是不是违反7休日。换班的时间是不是符合11点钟的规定？若超过正常工时，就应该付加班费。因为他可能认为他的劳动力度比较低，而不把它视为工作，这是一个不应该的一种这样的一个价值了。on time 时间就是工作哦。那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修法是朝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方式去修。劳工一日夜班，明年开始各行各业拢爱回归正常工时来算。劳团是乐见其成。记者综合报道。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美民主听书特别委员会代表团早起来台湾访问，法国议员古斯曼带团，有7位无共党团的欧洲议会议员，计共是有13个人哦。3天的行程会拜访总统蔡英文、行政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
陆委会等单位，或者是指出讲，欧洲议会伫无违反一中政策情况下访问台湾，会针对假信息网络攻击来交换意见，这对于咱国的治安防护会有帮助。Thank you so much.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here. 对着镜头拍照后，由法国议员古斯曼带队的欧洲议会代表团，伫初三早起7点15到台湾，包括7位跨党团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秘书处官员，加相关党团的政策顾问，总共13个人访问台湾。这也是欧洲议会第一遍派代表团访问台湾。访团的成员本次希望能够就假讯息、网络的攻击等复合式的威胁相关的议题，跟我国的政府机关的官员还有专家深入的交换意见。参访团这边3天的行程排到正班，会证言总统蔡英文、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加陆委会，也有加地库座谈，就假消息、网络攻击等复合式威胁的议题，加咱国的政府加专家交换意见。针对台湾平均一个月会遭受到3000次的骇客攻击，主要是来自中国的网军，互咱徛伫咧抵抗假消息、恶意网络攻击的上前线，引起欧洲的关心。学者分析，欧洲议会伫咧无违反一中政策的前提下访问台湾，展现欧盟甲台湾的关系紧密深化。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希望鼓励台湾能够增加国际参与的空间，它是基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用一个比较不具政治性的，也就是治安的问题跑到台湾来。中国的假新闻的攻击或者假新闻的一些样态，它其实跟俄罗斯这边是有一些雷同。最近在反制不实讯息上面是有一些成效的，那这个成效，我想也是对欧洲国家来说也是很好学习的一个经验。台海情势紧张，两岸对峙的局面毋但是伫咧陆海空，已经从液体延伸到软体，网络是变做新的战场。欧洲受到5个假消息的侵扰，台湾是防范中国的假消息，各自拢有应对方法会当分享。或者讲，双方的经验交流会当帮助提升咱的治安防护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北韩的电视台最近宣传讲，因国内的天鹅养殖场已经起好了，嘛讲天鹅肉健康佮营养。也毋过北韩因为疫情封锁甲中国的界界，造成粮食不够的问题是真严重哦。虽然国家电视台帮天鹅肉来宣传，也毋过领导人金正恩哦是要求人民伫2025年进前嘛是爱减食一寡。也毋过有民众是真烦恼讲，毋知影敢活过今年的寒人。天鹅肉是珍贵的食物来源，好食佮有有用的价值。这个报道是伫顶礼拜由北韩国营电视台报上表示，伫咸镜南道的天鹅养殖场已经起好啊。这项新开发的产业规模应改善大家生活。 식품수의 다양성을 확대한다는 측면에서 의미가 있다고 봅니다. 왜냐하면 북한에도 특정 계층의 경우에는 육류 소비를 하고 싶어하는 계층이 있거든요. 그분들의 타겟이 된 것 같고요. 观察人士认为，北韩这期要发展核武，和国际社会制裁发生天然灾害。加去年1月疫情爆发了后，为防止病毒传入，将中国边界关卡到即马，粮食生活用品未当之外，当局经济管理失当，和长期存在粮食欠缺的情形愈来愈恶化。敢若靠食天鹅肉是无办法解决问题。根据昨日的北韩新闻报道，北韩当局自2019年初就开始研究将观赏的鸟啊分析了后，用来当做食的物件，而且佫爱学校、工厂甲企业家己种菜、饲鱼啊，或者是其他动物来增加自足的能力。 결국은 어느 정도의 무역으로 보조적 역할을 해야 되는데 그것이 제한을 받는 한 북한이 그 돈 악화되면 악화됐지 개선은 안 된다는 거죠.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平壤当局有个重新开放甲中国边界，爱过3年外时间，为解决要紧的问题，领导人金正恩爱百姓伫2025年以前食较少的。不过有寡居民认为，这冬天拢特别袂当过去啊，无得卡等无到2025年，大家就会枵死。南韩甲美国最近伫华府一场会谈当中，讨论援助北韩甲北韩对话可能性，打算提供一边有防甲清气的用水遮的材来引导援助。公司新闻恩惠玲编译。过来新闻，咱来看代替德鲁古号事故和检方起诉的工程负责人李义雄，因为伊嘛是工地主任哦，第二章，和华人县政府是依照违反应作业的法规罚100万。
有议员嘛出面指控李义祥哦，过去捌因为伪造文书互判刑，是有不良记录的创伤哦。至于县政府根本是无好好监督。花莲县政府处理对李义祥成为工程行的负责人，又搁兼工地主任的案件罚100万。严顾议员建议，李义祥在2015年就因为承担管护工程，嘛影响西部大桥时阵，变做相片伪造文书，为什么又会让承包其他的工程？如果今天县政府把他列为不良厂商摊登在公报上面，那全国各机关看到以后，他不能标工程，那我想泰鲁国事件也不会发生。官府讲，泰鲁国号事件承担商是东升营造，李义祥是用义祥工业社担任下包。在目前营造法规内面，并无限制不涉案的问题厂商负责人，或者用其他公司名义参加标案，或者是承担下包。议程营造它本身，如果说是否被停权的话，跟他能不能够去参与这个东兴营造铁路局的工程作为他的下包，其实是不会有影响的。就算我将它停权了。他还是以义祥工业社去参与。有议员讲，对这件代志看做国内目前营造法规的缺失，不良厂商是不是只要换一个人头定造公司，就当参加其他工程的标案？现在普遍整个营造业、工程界大概都很常听到这个状况。那这个漏洞、这样的法规的疏失，该要怎么样来补救？我想这可能要回到中央来进行修法。县府警方处是讲，正伫咧规划看单位的廉政平台，和检察署、廉政署、调查局等相关的司法单位提早参与重大建设案件，并且公开资讯，排除外界势力的不当干预。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初，台南一个年母伫照顾一个1岁大的囡仔哦，摕家乐来加面要来饲囡仔，结果无细力去夹断囡仔的镜头啊，佮甲镜头啊甲面做伙倒掉。家长是真唔甘，也真生气哦。台南市社会局表示，已经先罚这年母6万块，伊嘛袂当佮继续带囡仔，爱先接受调查。相片内底当看到查某囡仔的手指头啊欠一块，互家长是真唔甘。台南一位年母照顾一个1岁外的查某囡仔，摕工业家刀要甲碗里的面夹互较油的时阵，煞夹到查某囡仔正手的机仔。年母是赶紧甲囡仔送医，又佮通知囡仔的家长。毋过年母竟然甲断去的镜头啊和面做伙倒掉，互家长是真无法度谅解。我跟他说你怎么没有使用儿童剪刀？他说因为儿童剪刀放在1楼，所以那时候就行个方便，就没有需要去拿。我女儿的碎肉粘在剪刀上面，可是他没有连那块碎肉一起拿去给医生做急救，他是直接把那个碎肉直接倒掉。这个案件发生伫咧10月初，姓刘的年母阁有领社会局的年母执照，而且阁有合格登记。针对这个案件，姓刘的年母是真低调，不过社会局强调，代志发生了后，已经停止年母的照顾囡仔的资格，而且限期完成照顾的低龄强化课程。他这个保姆我们了解是一个103年就合格登记的保姆啦。那之前也没有特别的违规记录。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就是依法停止他继续收托。那他同时有收托另外一个2岁的孩子，我们也是协助他媒合到其他保姆那边接受照顾。另外，社会局嘛依照《儿童少年福利甲权益保障法》，罚这位年母6万块。接落来嘛继续观察评估囡仔甲家长的身心状况。医生嘛表示，囡仔手指头的功能未受到影响，不过复原了后会留疤，也是立得去等等外观的问题，需要搁再进行修复。记者综合报道。有家长指控高雄林武一间幼儿园的老师虐待4岁后生，家长嘛提出验伤单来提出告诉。幼儿园是表示，这个老师已经离职，案件嘛交予司法单位来调查了。4岁后生为班上换新老师了后，就会惊困到，阁雄雄吼出来行为，甚至顶个月29号，登去厝内的时阵，讲去互讲，妈妈检查伊的身躯，发现伊的尻川有伤痕，到幼儿园来吊监视器，发现老师困倒的时阵，摕教具讲后生边仔的涂骹，嘛吓惊其他囡仔，爱因赶紧困，甚至有杀囡仔的举动，嘛互家长怀疑老师有拍囡仔。发现在右腰侧、腰臀侧地方有5乘5公分的挫伤。对，那这部分就是有带去医院验伤。那同时我们也有去派出所报案。用玩具锤这个动作，是不应该，对，是不应该的。当下呢，上个星期五我就已经将这位老师解聘了。
家长指控老师用教具拍囡仔，毋过互指控的老师讲伊只是拍涂骹，毋过这款的教育方式，幼儿园嘛无认同，已经甲老师洗头路，嘛强调拢会配合调查。在私底下问过一些就是这个班级的其他小朋友，那小朋友的说法就是说没有这回事。已经在11月1号已经介入调查了，那家长也已经提告了，那社会局会尽速来审查，从严来认定吼。毋过嘛有同一个班级的家长出来替老师讲话，讲伊平常时确实有较严肃，但是对囡仔真有耐心。问过班上真侪同学嘛讲无老师拍人的状况。毋过社会局表示，透过监视器发现有真侪名有可能互老师摕教具恐吓的状况。这种无应当的方式，社会局伫咧调查了后，有可能会罚老师6万到60万，而且公布伊姓名。教育局嘛要介入调查，查若是发现讲有违反着幼儿教育还有照顾法，嘛会加重来裁处。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再来看嘉义民雄一个2岁大的查甫囡仔，互厝邻饲的狗咬着头壳流血流滴，去病院填4针哦。有专家就建议讲，12岁以下囡仔上好唔通甲狗仔单独佚佗，因为囡仔有可能无注意去抓着狗仔，互家己着伤。囡仔互家属抱入去急诊，伫警察的陪同下，互医护人员看空喙。嘉义民雄这个2岁大的囡仔，之前甲妈妈住伫外地，顶个月底31号转来厝内，甲厝内狗仔耍的时阵，想袂到狗仔耍熊熊掠狂，加上囡仔的头壳遐造成血流不止。毋知影讲大只拖细只去转狗仔，去变只变做出来。当下判断是因为咬伤头部，所以怕会有生命上的危险。流很多血啊！嘿，是的。着囝的爸爸带囡仔来派出所，警方赶紧派人开路送因去病院急诊。加在治疗了后，囡仔无大碍，爸爸抱着互填4针的囡仔讲学着驾驶，但要处罚厝内底的狗仔。动物行为专家嘛建议，唔通互12岁以下的囡仔甲狗仔单独相处。因为小朋友可能力气，因为说2岁嘛，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在互动上、力气上可能抓痛他们。那狗狗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他们会用，因为他们唯一可以反应的地方就是嘴巴。专家表示，若要互囡仔等家庭新的成员甲狗相处，狗仔应该互主人牵的，保持安全的距离。囡仔有大人抱的，才慢慢互动接触，以免囡仔甲狗仔单独相处的过程当中发生无必要的危险。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嘉义报道。伫学校竟然会使捡到毒品哦！南投县议员就讲哦，最近有学校伫走廊顶头发现毒品，冇找到炸毒品来学校的学生啊。也毋过这学生啊，并无验到有食毒的反应。教育处嘛已经启动专案的辅导，警方嘛讲会来找出毒品的源头。毒品害人不浅，甚至伫咧校园的涂骹就会当捡到毒品。南投县议员伫咧议会质询讲出案件，质疑警方人力不足，校园唔敢通报，南投县府也搁伫咧状况之外。学校的学生已经在用毒品了，地上还捡到毒品的，所以警察人员不只是人力不足，校园这边不敢通报，我们可以掩耳盗铃，都当作不知道。教育处表示，这个事件是学校发现有疑似毒品落伫咧巷路，马上通报教育处，而且搁调校园内底监视器清查，发现是3名学生行路的时阵落去。学生讲是伫咧校外捡到的，当场是有对因验尿，但是并无毒品的反应。本案学生表示，这个毒品是在校外捡到的。那学校一知道这个事情以后，马上启动校安通报。对于3位学生的检验也是没有毒品反应，同时我们也启动春晖专案来辅导学生。南投县警察局强调，最近5年总共有83件青少年毒品相关的案件，大部分是K他命加咖啡包，但是并唔是全部拢伫咧校园内底发生。今年颠倒是因为客查人数较侪，查到的案件才会增加。后续会继续来追查源头，而且强化甲学校校辅会的沟通。未成年的毒品案件，不见得都是在校园发生，或者是跟学生有关。那我们查获相关案件，我们都会持续的向上溯源来做侦办。警方表示，会派专人来加强网络巡逻，就处来根绝校园毒品的状况。除了努力来追查，也会伫咧检警会议建议加速毒品相关案件的司法程序。记者南投报道。高教工会早起指控讲，咱国内有8间私立大学有无正常的采购，总金额是超过1亿，要求教育部爱查清楚。
为着教学，学校会采买真侪设备，毋过高教工会对110间私立大专抽查25间，看过去4档厂商投标这间学校几届，占总比例敢有比75%搁较侪。结果发现，建兴科大、南亚技术学院、万宁科大等8间学校，疑似有无正常的采买。公布的这一些，一切都是公开的资讯。那这一切呢，都只是冰山中的一角。工会指出，疑似无正常采买的学校，总决标金额是1亿1000万，其中建兴科大的决标金额2700万是上济。因为另外一个得到标案的厂商负责人是董事长的后生，另外5间厂商是地质甲负责人同款的家公司。柏林这个公司呢，它的原负责人是詹文君哦。另外一间公司丰江事业有限公司，它的负责人也是詹文君。就其实呢，就是只投标这所学校啦，那他就不需要做其他单位的生意了。大量集中投标，也无爱去标其他学校的案。工会质疑学校甲厂商有无正当的利益交割。伫咧交割进前，建兴科大无回应。工会认为讲，公立大专采买有规范，私立大专若无受政府补助半数的金额以上，就家己定规定来办理。也因为安尼产生一寡交割的问题，教育部甲检方应该紧调查，也爱发函去各间私校公开采买的流程、标案的内容等等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零售界姓吴已经离职保险业务员咯，互指控讲伊拜托客户绿卡买礼券，回馈金额讲会当来帮助弱势团体哦，嘛承诺讲会来付所有的费用。也毋过后来所发现讲，伊若无要付绿卡的费用，佮甲买来礼券哦换做现金吞掉。过去7档哦，诈骗超过5000万。将检方约谈了后，伊早起做上班，最后是15万块交保。讲话正溜伫咧台顶分享金融保险的经验。中国人寿姓吴的前保险业务员已经做几落档啊，同事对伊正懊恼。他的那份激情、那份单纯，居然可以力量大到带动他的可能绩效也好，甚至团队的发展。我是中国人寿拍表扬宣传片的主角。姓吴的前保险业务员有 EMBA 学历，交友正快。也毋过，昨晚所互人检举，伊涉嫌诈骗客户亲友被约谈。你有诈骗客户吗？眼神闪闪死死，自头到尾拢无讲话，被带入去台北地检署复讯。检调调查发现，这位姓吴的前保险业务员，讲要做公益，请客户斗相共绿卡买保险公司的礼券，捐予弱势团体，讲会当趁回馈。也毋过，伊敢若甲礼券搁转手卖，又搁敢若是因为投资失败。无法度继续支付客户代付的卡费，客户亲友拢变做受害者。7年外来，诈骗金额超过5000万，检方伫咧先后有令15万交保。有事吗？中国人寿姓吴的前保险业务员，以姓李的助理，同款也互检方约谈审问，先后是3万块交保。这位前保险业务员涉嫌利用真侪客户朋友对伊的信任进行诈骗。专案检方是依照早期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有关议员接受民众的定情，讲南回公路甲东海岸重型机车制造真大的噪音，对民众造成真大的困扰哦。议员是要求台东县警察局爱提出办法来处理。警方表示，一礼拜6礼拜会严格来处理改装，搁有超速重型机车。住伫南回公路到东海华公路沿线的居民，最近因为疫情转好了后，发现有真侪骑重型机车的人，可能是有甲引擎做改装。骑车经过的时阵是规拢呼叫。台东县几个县议员伫咧议会定期会时阵讲重型机车的噪音霸凌乡民，要求警察局爱查办。高速行驶下产生巨大的引擎声应该是要好好的看风景，不是来飙车。反正只要连续假日就一定是轰轰叫了。居民讲上界困扰的是，便当休困的时阵，无论日时还是暗时啊，都会听到重型机车真吵人耳的声音。台东县警察局答应讲，这礼拜6礼拜会组专案小组来处理。我们会规划专案结合监理站还有环保局针对可能是噪音的部分，还有就是交通违规，还有就是有没有改装车辆的部分一起来做一个稽查。
警方表示，从今年到今，处理重型机车违规的已经有162件，主要拢是违规超速。不过未来会加强处理这种改装了后造成各种污染的重型机车。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婚宴的柳丁的大出咯，去年出口到中国柳丁是有2300吨，也毋过今年到达只有45吨哦。县政府嘛专工找10间加工的业者，望讲会用做成柳丁汁、水果菜的果子干，还是果子酱这加工食品哦，来倒销这柳丁。即马渐渐要到柳丁收成的期间，农民甲一粒一粒的柳丁挽落来，婚宴观种柳丁的面积差不多1500公顷。一年会当出产5万吨的柳丁，占全国上济。去年柳丁销去中国的有2300吨，不过今年到今销去中国的敢若有45吨。因为疫情的关系较即马一寡两岸政治的关系也好，咱农产品的一寡外销的途径却愈来愈少。大家嘛知影，农产品这物件走袂外远啦，你坐飞机嘛袂好，靠船坐到遐去嘛拢超烂，所以一定是爱靠附近咱遮所有的国家大家斗相共。云林县政府表示，为着要甲农民斗销柳丁，县府除了甲团体制作会来买，嘛有找10间加工食品相关的业者买柳丁来开发出各种有创意的产品，希望会当扩展多元的管道，让柳丁的销路更较好。今天就找了非常多10家的加工业者，然后来予以开发成各种不同的产品，不管是我们冷饮类的，或者是茶饮类，那甚至我们有可以在冬天里面，然后可以来跟红酒一起来煮的。那还有饼干或者是果酱，那以及跟咖啡上的一个结合。在地农民表示，目前在产地柳丁大盘价少，一斤差不多9块。不过，若是要有利润通赚，至少一斤都要超过10块。希望农政单位会当透过多元的管道来甲因斗推广，希望会当甲这农民斗相共，增加收入。记者综合报道。药剂世界阁会当有新的几率咯，只有2.4%。目前全世界嘛只有少数的几例换过药剂的妇人阁会当生囝的案例哦。也毋过，咱国的南口中间病院就成功帮一个39岁换过药剂的病人，伫今年的2月份生出一对双生仔哦。伊有生29个礼拜就提前破百，婴仔出世才900公克重。伫医疗团队的陪伴之下，甲先生抱5个月大的双生仔查某婴仔，互39岁高小姐真感动。18岁时阵，因为双边的腰子衰竭，内分泌失调，洗腰子一洗就是几啊年。10年前经过换腰子的手术，5年前结婚了后，一直无法度成功受孕。经过3摆试管婴仔的努力了后，总算成功受孕，生双生的查某囝。心里在想，就只有感动2个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会让我没有放弃的话，是因为家人的支持跟关心。亲像高小姐同款接受优质医师的患者，大部分拢真歹受孕，就算有生，前期有关乎1/3的流产，而且早产的几率真悬。高小姐伫有生23礼拜时阵破水，住院安胎倒6礼拜，药物也是无法度控制，子宫一直收缩。29礼拜破百生产，2个小宝宝出世的时阵，才855公克，加945公克。在换肾后，她怀孕过程中对肾脏的负担，刚刚有提到，大概增加75% 以上，所以对她来讲，当然这些风险就是高危险妊娠，包括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贫血、感染的风险就会提高。世界换肾后怀孕的双胞胎大概18例左右，所以并不常见。然后一路从洗肾、换肾，然后到结婚生子的这个过程中，真的家人的支持还有自己的心态调整非常的重要。拍这么高水健康的红婴仔，高小姐露出满足的笑容。上困难阶段拢过去啊，也勉励其他希望有新生囝优质朋友唔通放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今仔推出5G 运输智慧即时监控平台哦，利用5G 甲人工智慧物联网的技术，会当用上紧的速度，甲监控影像传回行控中心哦，会先以松山新店线中山站到南京复兴站这路段来试办，预计明年的9月底哦，就会当完成。所有的岗位都兢兢业业的哈，把我们整个系统都顾好。对我们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所以怎么样来这个结合我们外部的这些资源啊，像国外会给我们的资源哈，这个还有我们民间这个产官学的一个支持哈，让整个新的一些技术或者是服务能够在我们系统里面来导入哈。
台北捷运强调讲，未来透过这平台，会当来解决病款无啥够的问题。若是拄到紧急事件，情况中心就会当随接到监控影像来掌握上新的情况哦，做处理。在疫情期间，会当来监控水暗等等的防疫措施。再来看，利用人工智慧变面的技术是引起真侪关心哦。国安局嘛表示讲，中共伫2018年开始哦，就有改造咱国总统的影像。国安局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未来严格来查这款的变面事件，避免国家安全受到影响。网传小玉用 Deepfake 人工智慧影像的技术，甲承认影片的主角换作是真有名公众人士的面，引起各界烦恼，敢会变做国安问题？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找啥做专题报告？国安局讲，敢若是因本身去年受到中国骇客网络攻击，就有4万外界，今年比去年是搁加万外界。因若2018年甲2019年，还有今年嘛，拢有元首的影像，去互中国骇客变做的情形。国外也有很多政要被换脸，然后被做这些，然后呢，甚至造成了国家的动荡不安呐。中共针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都有一些影音跟这个照片变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呢，针对未来的公投跟选举本局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注意有可能用这种真伪变造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定。南韩去年修订性暴力处罚法，增加传播不实影像的刑责，相当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涉及盈利，会判到7年以下。因若已经犯几届法唔惊的，会增加加重刑期的一半。不过，国内目前相关的法律主要是刑法235条，散布猥亵物品罪，相当敢若判2年以下。各部会拢讲爱赶紧修改刑法，不过伫修法进程，要安怎甲网络顶甲中国相关影音平台这不实的影片对网络摕落来？因为目前法官不足，管辖的范围嘛有限，所以政府部门就算想要处理，嘛无遐尔简单。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对岸的，你跟他有什么任何的要求，有时候他没有不处理你，你也慢慢拿他没办法。你说像这一种抖音小红书这款境外公司，用这款的软体的部分，你们也要未雨绸缪啊。这讲足久啊呢。恁公布你们家治安处这个地方，这涉及到国安的部分，你别让安尼两手一摊，讲跟恁无关系呢。法务部表示，希望为发现网络不实的影片，到甲影片摕落来速度会当缩短到24点钟，而且伫初二举行下部会刑法修正小组的会议，希望赶紧甲法案报去咧行政院会通过了后，送到立法院来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新基新业产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要并年底修法完成，明年的10月份会当实施。也毋过国民党的立委就质疑讲，政策相关的评估影响拢无说明清楚，嘛质疑讲，若是有新的草案无法度来提升新业的研发甲制造，就会变做是帮股票的股东来铺排尔尔。新基新业产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最3早起进行书面的报告。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希望透过4大修法的重点，将条例施行的期限延长10年到2032年年底，希望会当带动咱国新兴生机医药领域的发展。不过，国民党立委詹明忠质疑，书面的报告并无看到精准的政策评估。上市上柜，那炒股票之后让大股东获利，我要求就本条例提出政策效益评估。不是在做炒股票，生技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在台湾当然要去发展这样的一个生技医药的产业。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这边修法的内容包括将 CDMO 受托开发制造公司纳入租税优惠的适用范围，并且新增加机械设备投资抵减。希望会当建造新机界的台积电。不过有部分的民进党立委质疑，修法是为了要提升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加优质的投资环境。不过这边修法投资抵减煞向下收，甲世界各国比条件差真多，投资的诱因无够。澳洲政府为了台湾的这一些生技的业者，有到43.5%的研发退税奖励。他会宁可这在国外发展，会不会讨论之后是觉得用25%是合适的这样子？另外，有立委讲，去年 AZ 疫苗有8册台湾代工生产，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证实这件代志。不过讲经过评估，因为代工的量产无法度达到3亿剂，最后合作无成功。强调这边修法，希望会让全面提升咱国的医药代工产业的发展。
给我们3亿剂的这个代工，我们自己没办法消化。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个 CDMO 纳进来的原因。台湾的相对的产能是比较小一点。除了疫苗的代工，国产的疫苗自制率只敢拿8%，输其他国家真多。廖亚立委要求经济部加国发会提出相关产业发展计划，包括高端在未来3期企业的发展。另外，联合后续的疫苗开发，拢需要政府给因辅导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有一个艺术协会最近邀请64个工艺师傅提供100多件的作品来办展览哦。其中有7位林间国宝工艺师的作品，咱做伙来看卖。来自全国64位工艺师，加强100多件不同种类的工艺品，当咧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举办工艺特展。向民众来展现传统工艺艺术价值甲传承精神。规个这民间国宝，也是工艺之家，也是咱的国家是工艺成就奖，这伫全国性这的前辈来参与，来带动咱的嘉义县的这个工艺的一个水准。这届来展览的64位工艺师，有7位摕过人间国宝的任务。嘉义县文化局表示。这个作品，互民众看到传统工艺的功夫甲精神，嘛是少年工艺师真特殊的合适机会。咱嘛希望讲吼，一个少年囡仔，互来看到这作品的物件，互来传承，互一个少年的，不用一个少年的在吼学习班呢。大家在传承传统文化的部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参与。比较少有可以给我们的舞台，所以这样的一个舞台让我们来展现，可以让我们的工艺让大家发现。看不同样的作品，然后可能从他们诠释的角度，然后来精进自己学习的方向，这样子。台湾工艺职业协会表示，这是嘉义县第一届有遮大的工艺展览，邀请来工艺师甲作品会当讲有全国的规模，希望透过这届的交流，和传统工艺技术甲精神，会当伫嘉义县继续前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新地的民生科技大学，学校有真侪国际交换学生哦。今年创校55档，学校嘛举办国际嘉年华会，来自日本、越南、韩国，阁有蒙古等国家的学生啊，请因家己国家的传统服装哦，来了解因的文化。演奏蒙古的马头琴，阁红白色的蒙古乐棚，入去到内底，帽仔戴起来。互人感觉亲像来到蒙古，阁有来自越南的学生穿传统服装，现场制作越南润饼。新竹民生科技大学的交换生，趁这届校庆进行文化交流。有很多别的国家的朋友。如果在日本的话，很少机会接触别的国家的人，所以我觉得民生很好，就是可以国际的感觉啦。学校总共有来自17个国家，超过1200位外国学生，平常时都有真侪机会，甲无同国家的同学接触，校园哪亲像大学联合国。学校培养出很好的国际环境，让台湾学生有国际的视野，不用出国也能有视野，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学校把特别伫大楼挂无同国家的国旗。校长讲，希望透过活动，让学生做伙体验无同所在风土民情。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这礼拜一是一寡国家的亡灵节，咱国友邦、瓜地马拉、阁有海地，拢有放一寡大型的风吹，嘛透过宗教仪式来悼念已经过身的亲人。60个人做伙放一个风吹，要互伊飞去咧天顶。吹的是中南美洲国家瓜地马拉的亡灵节，有一个所在的民众要放20公尺长大型纸做的风吹，纪念过身的亲人。Aunque estemos en tiempo de pandemia, siempre seguimos recordando a nuestros abuelos, porque el barrilete es como un mensaje para mandar a nuestros abuelos y abuelas que ya no están con nosotros. 放大型风水传统已经上百年啊！瓜地马拉的人相信，亡灵节这天，在身甲往生的人的世界会相塔做伙，所以甲思念写落来，放伫咧风水顶，送去咧予天顶的往生者。亡灵节放风水活动今年因为疫情，规模有较小。同款摇过亡灵节的海地，是办乌道教仪式纪念往生者。受到太子港的公务，有几多百位穿白衫的民众向乌道教师献蜡烛甲钱。教师会伫咧蜡烛顶头用增加刻一个十字，念咒了才个行印。
dans la vie nous, peuple haïtien. Pour qui ça? Parce que c'est maman nous, papa nous, grand-maman nous qui viennent produire, ça les saints, les morts.乌毒教是过去和西方殖民者奴役的非洲的民族，伫咧压迫下结合天主教甲非洲宗教所产生的信仰，海地人普遍相信乌毒教，因用音乐甲舞蹈，并且献面包、乌咖啡来母酒等祭品，希望用这种仪式和在生甲往生的人保持连结。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下半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